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6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嘉义新港昨下晡5点半发生规模5.5的地震，深度敢若8.5公里，是真惨惨的地震。地震发生的时，高铁有2班列车暂时停车。那伫嘉义民雄是传出有人家厝围墙倒去，伫云林高溪149架线管道内湖民房空这个所在，是因为地震落石头，加载无人受伤。我高粱的破了了，店内架顶的玻璃杆仔摔甲规涂骹破破去，头家是看甲真头疼。嘉义新港初5发生类似规模5.5的地震，深度8.5公里，是极浅层地震，有一寡所在造成灾情。嘉义民雄有明体砖仔贴的墙尾倒来，好佳在无人受伤。即摆行倒来不一样，只要2-3秒尔，顿一下。上大震度是伫嘉义市，因为嘉义县民雄是5.6，云林、台南、彰化是4级。嘉义的民众拢互这场地震惊一个。气象局地震预报中心推测，地震是欧亚大陆板块加菲律宾海板块小块，震波自东平传到西平。能量已经超过这个地层所能承受的程度的时候，就透过一些破碎带的一个位置，来把这个地震能量所释放。地震也造成云林古坑乡草岭村149架线管道内湖民房坑发生崩山，50公尺的范围内无法渡过。好佳在迄当阵无人车经过，全线伫1点钟内畅通。另外高铁也紧急公告，云林到台南之间2班次的营运列车，地震发生时阵暂时停车。全线伫初5晚8点37恢复正常。我们打算要搭国道客运。原本是要去哪？台北吗？对。伫地震发生之前，新港的农地就发现真侪塘死过乱爬，敢若是伫咧预告要发生地震啊。气象局观测，新港伫顶过街都发生3件地震，国家初5这边是有较接，会当当做一个警示，观察是毋是有更较大的地震。记者综合报道。那海龟风台已经走啊，不过风台所造成的灾害甲损失是也未收煞。这是屏东来回小琉球的交通船，因为风影上大，已经停3天，嘛已经影响物资的运送。另外，伫嘉义沿海市的蚵仔嘛受影响，所以中秋的蚵仔可能会起价。超商会价顶悬会当随食的物件拢互扫了了，敢若剩一寡凉的。受到海龟风台的影响，往返屏东小琉球和东港的交通船到初5已经停航3天，货物资无法度送，上紧初6才会阁驶。第一天就会被抢光了，所以只能买到一点点了，也几乎都是吃水饺跟泡面这样过生活。不管是小琉球当地，还是东港东流线的码头，拢无人。东流线8月30日下晡开始，才因为受到风台停航2天半。9月初日复航1天了后，阁刷落来停航。另外，交通断去，机面无方便，游客行程嘛乱去，影响遐的观光。考量台风外围环流人影响，我们今天船班仍然是停航的。预计明天9月6号船班就恢复了正常。那交通观光受影响，海龟风台虽然走去，但是嘛留真侪东西灾损。风台还未来安尼啦。风台前、风台后，蚵仔的大细粒都要炒一杯啊！嘉义的养殖蚵仔真正是受到杜苏芮风台的影响，规个水阁减产3成到4成，毋但蚵仔农的损失要上亿。剥壳的蚵仔的产地价嘛，对1斤160起到180，欠货有行蚵仔的冰箱拢无物件。下午大概3点左右来到我们店家这边要用餐，结果我们并没有办法去接待这个客人，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蚵仔可以提供给游客了。苏拉台风以及海葵台风的影响，那目前海上的牡蛎明显的有销售，那大概也要2到3周的时间才可以肥满回来。大概要到中秋节，行蚵仔的需求量都会增加，那求水和减产的状况阁继续安尼，恐惊到中秋蚵仔的继续会阁起。业者嘛希望天气较紧稳定，互蚵仔会当转去甲阁肥阁水的形，莫互损失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受风台影响，菜市价销嘛无啥稳定，真侪叶仔菜类的菜市拢起2成。上介贵的是关山的高丽菜，1斤对110起到130，所以一粒高丽菜买起来上贵就要400块。也若平地高丽菜1斤嘛要70，民众拢讲买袂落手。
趁下昼休困的时间，小食店头家赶紧备料。虽然最近菜价起，小小一粒高丽菜都要200多块，不过为了营业，也是爱家己吸收。也不是说都没有赚啦，就是很少啦，薄利多销嘛，变成这样子啊。都是因为连日落雨加海葵风台影响，菜市供货量无稳定，也好偏乌海空运连续中断2天，民生物资受到影响。即马伫偏乌农会超市都出现高丽菜一粒要400，互当地居民化买不落去。半粒而已啊，快要200块啊，一粒超要400块，买不下去。高丽菜价呢，以100公克是20块钱来做出售，传统市场的售价呢，大概1台斤大概130元。那换算起来呢，其实是价格是相近的，并没有出现哄抬价格的情形。那小北通路高丽菜继续起，个人分林菜市集散地继续也不低，为南投运送到分林的高丽菜。原本大家会当维持780台货车菜量，因为风台灾损甲交通等因素，即马只剩无到20台。高山高丽菜量不足，产地大卖价为8货车每公斤30起到110块。以前到货量都大概有100公吨了，现在差不多1/10。实在行一座北部的传统市场，真侪香菜类继续大约拢去南城，要么去上咸的也是高丽菜。好一点的大概130，不好的大概70，涨30几个8嘛，就3成左右了，给它348。面对风台过了的农损，农业部长陈吉仲测试5也前往台东花莲勘灾，佮公告现金救助品项。台东县的所有的品项都符合现金灾救助。那花莲的部分，昨天已经公告了金针，那今天会公告全花莲县的玉米、食用玉米跟大豆。还有新城乡的我们的其他的落花生、芥菜等。农业部表示，经过台东县政府初步统计，台东县这摆农损已经达到6亿，损害面积真大，会将款处理。那花莲县也包括咖啡、毋仔、甲稻仔等，也会随时调整现金救助品项，呼吁受灾农民爱伫期限内查相关文件，向所在地公所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受低压带影响，今仔日全台湾各地熬落阵雨，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天气较无稳定，熬落阵雨，沿各地温度也是真高，高温有30度至34度，真烧热。随风风台已经离咱台湾愈来愈远，沿过今仔日和明仔载，咱同款会受低压带影响。伫金门、马祖、中南部、东半部各地山区，过昼了后是较到上大雨。也若昨暗，阁有一个风台形成，这个风台名叫做鸳鸯，按算会行向日本，所以袂直接影响咱台湾。来关心疾管署公布上，顶礼拜全台湾新增加1311个天狗日的本土病例，即马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已经超过4000例，有10个县市拢有出现病例，也若台南同款是重灾区，台南已经有3700多例，而且嘛新增加3个死亡的案例。甚至有一例同港确诊，同港就死亡。防疫人员详细清扫每一个所在，都惊天狗的白板糖伫厝内生炭。本土天狗的疫情继续升悬。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增加3例本土天狗的死亡个案，拢是住伫台南市，年纪是伫60外到80外岁，拢是男性3人，拢有潜在疾病。其中一个个案是非典型天狗的症状，确诊是天狗的迄天就不幸死亡。累计今年本土天狗的死亡有6例。那到发病的当天，然后有出现比较典型的登革热症状，包括发烧、出血点等等。然后当日就诊检验阳性的 NS1 快筛是阳性哦，那病程进展的比较快速，就当天就是死亡。疾管署表示，顶礼拜全台增加1311例天狗的本土病例，今年本土病例数已经超过4000例，有10个县市有沦陷，病例数是我10年同期第2悬，其中台南市是重灾区，累计已经有3700多例。台湾过去大概1个礼拜后到10天，蚊子大批繁衍出来之后，就会造成案例增多，所以这个礼拜我们都是绷紧神经。除了台南市婚姻馆也传来单，本土天狗地累计超过300例，其中高溪乡一间学校有3个师生确诊，全校顶礼拜紧急停课大清消，初5才恢复上课。我们还是注意到整个资金的部分还持续在关注当中啊，务必要让学校所有的环境通通没有问题之后，那学生才能够回到学校。
因为最近风台连续来，疾管署提醒，风灾过了后一礼拜是天高的风地关键期，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环境整顿，落实顺道清路，将家街附近积水容器倒掉，以减少白网塔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东亚篮球协会 EABA 家己修改参赛规定，造成咱台湾无法度去拍 U16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教练和少年球员拢感觉真无奈，嘛真遗憾。咱篮球协会是表示，这是东亚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家己大主大意决定的，咱已经去表达抗议。来关心中国时报。人力银行业者伫昨天有发表今年半导体产业人才白皮书。今年第二季半导体平均逐个月找人的人数也是拢超过2万人，所以看起来欠工的压力并无减少。人力银行嘛提醒讲，即马咱台湾少子化，加上理工人才培育着的时间已经未付期，加上全世界即马拢在抢人才，甚至一寡国际大厂直接伫咱台湾设研发中心抢人才大战已经开始。来关心联合报，咱台湾的教育重视理工、看见人文，加上政府拢在鼓励人才爱投入资通讯产业，所以高中生在选课的时拢选理工较济。中间院士一寡当中级的学者，即马打算要去高中迄边开课，卖甲相关的课程录制影片对外开放，希望学生嘛会当对人文、社会有热情。继续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前台南市议长、现任无党籍的台南市议员郭信良，甲安南区的里长高正健，因为主办定位区这个案涉嫌向业者收空米上1300多万。昨天检方针对8人已经起诉，专案已经移送台南地方法院要审理。地方法院迄边嘛裁定郭信良以15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甲自机。议长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小心小心。台南市议会前议长郭信良伫羁押2个月了，最后案被法院裁定150万交保，穿白衫挂水案，边有朋友陪，将紧就离开法院。共案件的被告安南区电视里长高正健是50万交保，2个人拢限制出境出海，加限制大居。今年台南市无党籍议员郭信良，甲安南区电视里长高正健。涉嫌伫电视中卫案向业者收乌西钱1000多万，7个被羁押禁见。台南地检署昨侦结，将郭信良等8人依照贪污等罪嫌提起公诉。沈卓、郭姓被告、高姓被告均为公务员，本应廉洁自持，竟为图一己之私利，利用其等身为议长、里长之职务上机会，向辖区土地重划业者借势借端。勒索财物，并收取高达1300万元的汇款，实有辱官箴，应予严惩。电视主办中卫案面积9.28公顷，2021年完工，由农地变作建地，利益正大。检方讲，高正健是郭信良服务团队的成员，知影辖区内电视中卫案有利可图。民国108年，这些业者想要买地废地，买无成功。就甲郭信良强模，110年6月，由郭信良出面向业者收乌西钱1300万。高正健担心代志会曝光，所以就叫唔知影内情的郭信良服务处姓黄的女助理制作合改假契约，暗砍收乌西钱的路向，并且只是黄路顶4个人，伫咧侦查的时阵做伪证，涉嫌犯告诉伪证罪。检调指控郭信良利用议长的身份勒索财物，犯后的态度也真歹，并且反映中当量刑。台南市新加将这直辖市了4届议长，包括赖美惠、李全教、郭信良加区丽丽，拢有官司。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伫昨天推出伊的老人健保证件。伊讲，总管互伊选调总统，伊是会主张好野人掠我，伊会专业补助65岁以上的老大人，也有55岁至64岁原住民，唔免纳健保费。另外，宣布独立参选的郭台铭昨天是继续走基层，也拿民众党的郭文哲，伊伫新竹的旧厝，即马防治机构厝顶有搭铁厝有违建的记录。也拿副总统赖清德昨天是去高雄的国家训练中心，关心要参加奥运的国手替因加油。
含是大人做伙跳舞是真欢喜。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初五是推出老人健保的证件，组成排毒综合所得税20%以上的族群了后，对全国65岁以上的士大人含55到64岁关注民的老人健保专业补助，影响400万人。算起来要增加财源160亿，我提出来的医疗健康支出要达到 GDP 的8%，从那里来支出？侯友宜提出政策，强调要改变目前一国多制的老人健保补助现象。在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了后，国民党中央党纪这支刀，第一摆要去杜进前和郭共场参加活动的中常委范成仁，处分停权2年。郭台铭继续找副手，因为照规定，上马爱在17进前向中选会完成登记。伊讲的是女性最近就会确定，她的能力要比我强，肯定是位女性，而且互补性。最后一点是。尽量减少政治的色彩。民众党瓜问题是无公开行程，但是伊新竹的左厝方质疑讲，伫咧厝顶加起铁皮厝有违建的疑虑。瓜妈妈较紧背称讲，厝顶已经起超过30栋，若无合法的配合拆掉，新竹市政府讲会派人去勘查。那风台我伞会落落去啊！我起有啥物违法？你若讲我无合法，你会知？无合理的所在吼，我绝对吼。据理力争。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到高雄国训中心关心国手准备杭州亚运的情形。政府有责任，让每一个热衷于体育的人，能够在这个国际的赛事上追逐他们的梦想。当你们站在国际的舞台上面的时候，是国家力量凝聚最大的时候，这对台湾社会来讲太重要了。赖清德的台北市竞选总部是正式开始运作，前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出任主委，办受正典礼宣誓达成总统选赢台北市立委8席全调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邦桥，新北市的邦桥大东街有厝主为几家地下室建造10间套房咧睡人，市府9月初1已经去强制断电。专家即马嘛提醒讲，要睡厝的时爱特别注意讲大楼敢有火灾的警报系统，若架建敢是用未导火的材料。细细间的地下室，厝主违规，甲建造10间套房出租，价甲目睭睭。民众看了拢唔敢睡，不会找至于这一种的啦，怕有火灾什么的啊，对啊，要逃生方面还是什么的，只有学生才有可能吧，一般人他不会做这种，而且不晓得他的隔间是不是用防火材料。这几年违规出租套房意外集团，为着避免发生公安，新北市政府9月初1严格执行断电处分，地点伫邦桥大同区，市府自112底接到民众检举。这个辅导处处改善，到今拢无改善，累计已经交款新台币155万。它的原核准的用途是自用储藏室，那屋主未办妥相关的一个室内专修并跟使用，还有公安申报，擅自违规隔间成10间套房来做出租这样的行为，我们依据建筑法91条的规定予以断电处分。专家讲，无论是厝顶违章，还是请假套房出租，拢要细致。因为架建会造成通路改变，增加救灾的困难。顶楼它空气最容易流通，所以相对的，它火灾蔓延的速度一定是最快。那地下室基本上来讲，它不像一般的其他楼层，它可能会有窗户烟味排掉，所以地下室的它烟的累积，基本上来讲会变得不容易排放。专家讲，洗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厝内是毋是有火灾警报的系统，架建是毋是用未导火的材质，嘛要避免有对内窗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全球逐年大约有61吨的海沙防污气。这海沙是培育海洋生物的基础，等于是污糟海洋的能力，安尼会影响生态。即嘛每一天，全世界拢有100万台卡车对大海污沙再造，用伫咧人类的各项生活甲建设。对受到海平面上升加phong毒的海洋生物甲沿海社区造成重大威胁。It's the equivalent of a wall of 10 meter high by 10 meter wide all around planet Earth every year, or
2 kilograms per day per person for the 8 billion humans we are.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這項發現，甲由瑞士政府資助以海洋追蹤加人工智慧的新感光平台海沙觀測的數據拄好共款，也講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人類每年污糟61噸的海沙，是超出海洋家己吞補長期的速度真多。維持海化結構加生態系統，攏需要一寡海沙，污糟這麼多沙，對海洋破壞真大。Sand is produced by very slow geological timescale erosion from glaciers, rivers, and waves, and it takes a lot of time to transform rocks into sand. You are removing all the bottom of the sea, and it's changing. There is no more life there. 海沙觀察甲包括北海、東南亞甲美國東海岸一寡較接開採區域，列做觀測的區域。另外，亞洲也有一寡地區開採量甲速度也互人真關心。中國、荷蘭、美國加比利時是海沙開採業者上活躍的國家。今年有報道就講，有超過200台開採船的中國，正在咧開發一種有超性能開採能力的船。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任務之一是支持環保採沙。去年就呼籲加強對開採海沙的監控，建議停止開採海沙保護沙，並且制定國際標準。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東南亞國家協會10個會員國第一禮拜，因為第一年首都舉辦外交部長會議，刷到來各元首的高峰會。也毋過即陣因為緬甸政治的局勢無穩定，也若中國嘛無咧插附近的國家抗議地圖南海侵犯南海主權的代誌，東協敢無法度發揮什麼款作用？外界攏在看。印尼總統佐科威初五以地主的身份歡迎東南亞國協各國領袖來到，不過會員國之一的緬甸被迫無出席，因為2021年軍事政變殺到面山政府緊急狀態失敗延長，直接到2024年2月。當時軍政府中辦全國大選的約束也一直跳票，所以做到東協禁止參加峰會等高層會談。第初時的外交部長會議，甲初五的元首峰會了後，初六會有一系列的雙邊會談。初七是東協外加美中國等大國的東亞高峰會，重點的是爭議多年的南海主權甲自由航行問題。中國政治佇所謂的高大上範圍之下，公布家己講的南海主權範圍，會當講是包括規個海峽，引起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甲印度等國的強烈抗議。根據外電引用的聯合公報草案內容，東協會對中國的單方面行動表示嚴重關切。Tantangan masa depan semakin berat dan mengakibatkan perebutan pengaruh oleh kekuatan besar. Tapi ASEAN sudah sepakat untuk tidak menjadi proksi bagi kekuatan manapun, untuk bekerja sama dengan siapapun bagi perdamaian dan kemakmuran. 這次的東亞高峰會，美國總統拜登雖然無出席，也毋過佇結束印度的 G20 峰會了後，拜登會趕去越南友好雙方關係。那中國是由人大常務委員長劉樂際出訪寮國，東協繼續成做強權競爭的所在。公司新聞徐家仁編譯。前這是德國的總理肖茲，最近咧慢跑的時，伊跋倒，伊的面甲伊的目睭攏有著傷。伊初賽時是帶伊獨眼龍的相片，搭佇社群媒體，感謝外界對伊的關心。即馬就有網友甲這張獨眼龍的相片摕來做笑開圖。德國總理肖茲佇社群平台官方口座公開佇波茨坦徛過附近走行跋傷了獨眼龍的新相片，傷勢無嚴重。毋過目睭邊片仔甲下來有幾粒大的紅色刺傷。肖茲講看相片比實際狀況更害。雖然目暗愛帶幾個禮拜，已經一撮是恢復公開活動，用海賊造型大方來現身，成做鏡頭的焦點。Man muss sich aufgrund der Verletzung am Auge daran gewöhnen, dass er in den nächsten Tagen mit Augenklappe auftreten wird. Ich freue mich über alle Memes, die dazu in den nächsten Minuten, Stunden und Tagen mich erreichen werden. 網絡頂真緊出現肖茲的趣味圖，有人觀察講這種聯盟內部的鬥爭拍到這麼兇，有人講這是明年可能嘉年華的聯盟造型。常常批評講必須保守和民溝通的肖茲，這種形式的公關戰意外來加分。目前肖茲的無滿意度較懸滿意度，伊連拿政府三頭馬車，社民黨、綠黨甲自由民主黨的組合，
对着财势改革、乌克兰战争这关键议题立场无同。找三最新民调显示，若是即马选举，因会失去多数的席次。少数唯一的安慰是反对派主要对手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梅尼兹，比伊家己更加无受欢迎。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伫昨昏已经出发，准备要去印尼参加今仔日会召开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峰会，了后会直接去印度参加 G20 的会议。伊即阵应该会参各国对话，针对福岛核电厂甲核废水排入大海代志向各国解说。伊敢会和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面对面会谈，这是外界关心的焦点。来关心俄罗斯是哪小姐哪无用的旧盟友，和白罗斯也有中亚国家联合军演之外，根据南韩的情报，普丁打算和金正恩见面，伊会建议北韩找中国三国做伙进行联合军演。另外，俄罗斯军方嘛向盟友国咧找阿兵哥，只要愿意替俄罗斯去上战场，会当先领代票16万，了后一个月过当领6万。来关心英国第二大城北冰汉的市议会，伫昨昏对外宣布因的城市破产啊！议会头人发出声明，讲市政面对做共款代志，爱领共款薪水的法案，所以要求赔偿英镑7.6亿，所以大约是代表305亿。因为遮尔济钱，所以因即马无钱啊！所有社会福利的支出拢已经冻点啊！不过英国首相苏纳克是对外表示，英国政府无直接去救地方政府。来关心镜头转来国内，风台过后，华东出现严重的灾情，即马是也未收煞。南韩台20线洼里道川的道路有20公尺的路面流失去，交通受阻碍，所以今仔日里道川当地也是同款停班停课。另外，伫绿岛的公馆川温泉部落，毛树啊倒去，电火条啊断去，已经无水无电3天啊。伫花莲的赤科山产业道路，因为车无法度过，即馬拄好是金針大出的時陣，恐驚埋害農民的心血攏烏有去。道路的土石一直落，南海公路不路甲離潮段出現20公尺路基流失無道通行，受到風台侵襲，南海台20線真濟所在路大崩去，也造成離潮村唯一連環道路斷站。力道部落目前是一直都在封闭之中。那从台风到现在为止，应该是说是有水有吃的，但是明天我们会开启他们的备用粮食。公路局有果爱到初七才会当抢通，无將先架設便道，好居民會當出入，公所會派車專接，需要就醫上好的出名。同款生活受到影響的，也閣有伫綠島東關村溫泉部落的民眾。聽到後尾居民一個領物資甲礦泉水，溫泉部落已經斷水斷電3天啊！因為海貴的強陣風，唔但造成樹啊倒去，阻斷交通，也吹斷電火條啊。沒電，所以它的抽水機沒有辦法爬上來。消防隊用消防水車載水來灌入這個溫泉聚落的這個大水塔。感受到風台威力的，除了綠島居民，也有滯留在當地的300多名遊客。初五至恢復航班，真濟人趕咧坐船轉去，因為港口堆積大量的水查，相關單位也出動烏頭機，趕緊清理，以免影響航班的航行安全。昨天一聽到10點半有，就趕快預定就回來。對，多耽擱2天，算2天了。算2天還好了哦。還好。閣看一擺，風台帶來強大風雨。這個地點是花蓮府里農會設置的稻草藝術節，有3座3米高的特別大猩猩，袂當哩強風，互嚴重破壞倒去，其他藝術品也浸水。這等等到12月重新創造。那玉里的赤科山是發生主幹道甲頂南產業道路中段，那有20多戶民眾掉着，金針採收也受影響。沒有電，沒有辦法烘乾，金針都損失差不多4成至5成。煩惱一年的生活就安尼去了，農民希望縣府趕緊搶修道路。農業處表示會請救援單位進駐，不過受到天氣影響，目前無法度估計什麼時陣搶通。針對金針花受損情況，會向中央來申請補助。記者綜合報道。頂一日海葵風台掃過，彰化佇
彰化测试是停班停课的，彰化市的清洁队东港嘛无收粪扫，严格伫儿童公园边仔定点收粪扫这个所在，真侪人摕粪扫来倒，是拼规堆。公所即马决定要调监视器，对违规的民众罚1000块。捡倒摆来到路边，摕一包粪扫对路边弹过去，扫来几分钟内，洗车也是散步的，拢达厝内的粪扫对遮踏过来，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来。彰化县测试因为风台停班停课，彰化市儿童公园边仔的三民路，竟然是出现一个粪扫山。要不好啦，就是说小王子跟你讲，垃圾都已经拿出来了，这个地方就是定点嘛，他们就会放出来。那应该是民众的问题。不好就对了。原来遮平常时都是收运粪扫的定点，但是迄天彰化市清洁队停止清运一天，民众看无粪扫车，就甲粪扫凊彩拢踏伫涂骹，而且愈踏是愈侪，互清洁队是真头疼。知影消息了后，随派人去处理。以前阮台风中拢有出来收，这一摆只有台风假，大家民众要对我安尼就算啦。安尼嘛无法度了对啊。彰化市公所讲，清洁队几十年来拢是规年无休困，即摆是配合风台风灾，前一天暗时10点外，伫网站和现场拢打广告，可能是有民众无看到停收的消息。数十年来，包括过年，毋捌一天无收垃圾，然后伊咱伫临时台风暗时10点外，才伫网站公告，即个无要收垃圾，所以民众有诶无看到即个网站的信息，以至于来这里丢垃圾。调监视器来比对，差不多有150个人黑白蛋粪扫。公所原本是体谅民众无办法，但是为了避免有更较侪人学安尼黑白蛋粪扫，后壁是决定用车来捉人，对这民众来发采取的通知单，照废弃物清理法来罚1000字。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黄金海岸也有站门溪口采购的时，是发现有海底壳沙，赶紧通报救援中心来救，已经甲因送去城大的救治中心救。风台过了，民众再去到黄金海岸运动，意外看到海猪搁浅。他看到鲸豚搁浅了，我甲拖出去遐要想要游倒出去啊。结果伊拢游，就是左右在那边游来游去啊，游袂出去啊。海巡署岩巡在队和鲸豚救援中心的人，虽然想要把这只海猪杀去海面，不过因为海涌大，海猪鱼无开力想转去大海，救援人员只好拿安打海猪，拿吊货车，准备把海猪先送去城大鲸豚中心的临时地安置。那目前看起来，它状况还蛮紧张的。我们目前的讨论是会把它后送回到成大的那个研究中心。另外，伫站门溪口南岸，有一只活死海猪搁浅，这只海猪身躯有明显的伤口，状态危急，只有先送城大鲸豚中心。以我们的判断，就是因为最主要这2种海豚，它大部分都是在台湾东海岸或者太平洋的地方。对，所以它不是出现在西海岸的种类。所以为什么会过来，就是比较不排除，就因为最近连续台风嘛，而且是从那个东边往西推的，所以不排除就是可能因为台风。不过原本的四座鲸豚抢救站，因为风台影响建筑损坏，增加后续的救援困难度，所以这2只海猪嘛临时送去城大鲸豚中心，先予兽医诊治，再由相关单位处理进一步的后续救援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根据统计，到去年底，全台湾失智症的人口已经超过32万人。内底平均5个月内底，就有一个失智症的患者是由外劳在顾的。根据统计，有70%个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外籍看护，因为语言未通，而且嘛无了解失智症这款病症，所以照顾起来感觉真忝头。即马由民间团体和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合作，推出外籍看护失智症照顾培训计划。希望要改善这款状况。你食啥？青菜椒啦。青菜椒。印尼籍看护司法参失智症阿嬷开感觉真欢喜，已经来台湾做看护工作14年的司法，其实4年前头家接触到照顾失智症阿嬷的时，感觉真忝头。晚上不睡觉，因为我做1个月、2个月、3个月，然后3个月都我想
啊，我都没有办法照顾他了。司法讲，失智症患者凭其他有长照需求的时代，因为交袂起代志，照顾起来加较吃力。根据长期帮助外籍移工的民间团体统计，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外籍看护当中，有8成的人因为语言不通拄着困难，有6成不清楚失智症到底是啥。这个长辈说他其实没有吃饭，但他其实吃过了，或者是明明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长辈说那你怎么拿我的钱？这样子的误会要解释清楚，其实就比台湾的家属就更加困难。Demensia bukanlah proses penuaan yang normal。司法当地念的都是民间团体推出以印尼语言编写了解失智症的手册。民间团体参台北市联合病院合作，发起培训计划，以实体课程、线顶影片等方式，或者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外籍看护，通认捌家己当咧照顾的人拄着什么状况。照护的过程很重要，是第一个部分要先同理失智者这个疾病的痛苦。那第二部分我觉得就是技巧的提升。其实另外一个还是需要喘息，喘息的角色其实就是他的雇主。民间团体出版的手册也有写予雇主的华语版本，除了予家属认捌失智症以外，也通透过手册了解看护移工的压力甲拄着的状况，参移工斗阵真做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好队友。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路顶将这奥多麦是夫妇叫中央即马是推动讲，要考机车的驾照进前，鼓励民众先去驾训班来先上课，一人会当补助1,300块。台北市政府即马嘛发现讲，拄摕到驾照的前3档出车祸比例较悬，所以嘛得宣传驾训制度。学校开学，侪大学生会骑奥多麦上下课，但是拄考到驾照的少年人无熟手，较接发生意外。初5台北市政府宣传少年人考驾照进前，建议先去上驾驶训练班。领取机车驾照前3年，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比例非常高。经过统计之后，上了驾训课程之后考取驾照，上路以后降低35%的肇事风险。驾驶训练班业者讲，一开始骑车的民众上接因为操控奥托麦无熟手，致使发生意外。经过系统性的教学，通增加骑车的安全性。其实操控摩托车，它本身是需要很多的操控性，就是身体的协调性。比较最常遇到就是紧急刹车。那这时候你如果假设你没有去抵抗这个往前的惯性的时候，实际上就很容易让你产生一个翻车的一个状况。那这时候你就必须去用身体的力量去把这个惯性给它平衡回来。长期推动汽车路宽边宽的民间团体表示，虽然肯定机车驾驶训练班的制度，但是也讲，若要提升奥多麦使用者的安全，交通工程改善也是重点。挖那个闭车弯跟实车弯，它也是啊，因为现在机车被逼着的人骑外侧车道嘛，取消进行机车要挖出闭车弯、实车弯，这就是一个对机车主有保障的一种工程方式。民间团体表示，现主是侪车路限制奥多麦敢若会当骑伫上外边的车道，但是这大店有公车，也是车辆违规停车，致使骑车的人爱闪一寡车辆，颠倒危险。因建议研究开放奥多麦骑到内侧车道，加上规划空间，互车辆路边停车，安尼骑车的人就会较安全。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地方向上头，咱镜头来去新竹。新竹的生活美学馆和民俗艺术团同齐举办台语搭喙鼓活动，除了要互囡仔会当学搭喙鼓的技巧，嘛希望囡仔会当学台语。对节奏，参老师念出一句，搁一句台语搭喙鼓，对内底学台语发音。家长嘛陪囡仔做伙来搭喙鼓，感觉真趣味。语言一定要有环境，所以互伊接触起来加减有帮助。用顺口溜的方式，是不是会比较有记忆？可以学台语，很有趣。新竹生活美学馆参翰林民俗艺术团共同举办台语搭喙鼓活动，除了教囡仔快板技巧。我利用机会，互囡仔学台语。因为囡仔拢爱耍嘛，爱互伊感觉讲，这好耍，吼有艺术，台才会到进来学。闽南语是古汉语，是文化蕴含非常高的语言。这么好的语言，我们很希望能够把它保存普及到小朋友身上。一句来一句去，除了互囡仔体验搭喙鼓，也对说唱艺术当中明白台湾丰富多元的语言，看到语言的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因为招囝化，即马学校拢在拼招生。南投的营盘国小今年招生就创下好成绩，过去平均一年啊，敢若有8个新的学生，抑过今年增加到22个。有遮好的成绩，拢是因为这学生伫下课了后，会当伫学校有免费个多元的课程通参加。啊，那这经费拢是校友会出的。吃面包了。这间伫南投市的营盘国小，用过平均一档只有8个学生啊，险啊荒废后，不过有校友赞助经费，免费提供日语、英语、围棋、卡球等等多元课程，互家长真肯定。今年学生人数增加到22个，都很有趣，教练都很专业，很厉害。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我最喜欢的课是足球课，免费提供给幼儿园的孩子去进行这些活动，因为现在双薪家庭的确实是蛮多的，那家长有这个需求，然后校方提供给我们免费的服务。校长讲，真感谢校友会投入经费成立社会企业，把所有的利润拢捐予学校，提供学生免费课程，让学生啊下课的生活变得真丰富。本校都开了很多免费的多元的课程，经由这个多元的学习，增加他们的能力。伫营盘国小，唔但国校的学生，连幼儿园的囡仔也会使上这的免费课程。等于讲，读这间学校的学生，为2岁到12岁，会当有10年免费的课外学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菲律宾的囡仔，伫2021年的时，因为雷伊风台扫过菲律宾，造成菲律宾全国经济损失是达到美金4.4亿。啊，那菲律宾的夏尼高岛受灾是更加严重，有8成的厝和学校拢受损害。所有学校若是要重建，就要用10年的时间。这个岛上有145间学校，甲搭一个119间学校，也咧等待重建，几啊万的学生拢受影响。咱台湾的团队入去菲律宾斗3天，今仔日的国际教育专题系列报道，行入世界边界，来看台湾少年家安怎帮助菲律宾夏尼高岛。木材、布棚、甲铁网，一间临时搭的厝，这是学生逐天上课的所在。因为2年前的风台破坏了学校的2间教室，校长只好想办法，让学生继续上课。风台毁掉福邦小学的建筑，也甲上课教室规个线倒。学校除了用临时教室来提以外，也安排学生1礼拜2、3天轮流上半天的课，来解决教室无够问题。不过，这炎天赤日头，加上雨季伫要来，福邦学生伫艰难的环境之下上课真好专心。Sa taong ito talaga sobrang hirap kasi palagi kami transfer ng room, kasi wala kaming room. Tas ito napatayo to sa last month pa. 夏尼高岛到单，抑个115间国级学校等待重建，完善呼唤甲教育局抑个学校合作，按照菲律宾政府的防灾教室设计，伫福邦小学开始重建。Some of our learners, teachers, having their classes, some in a very non-comfortable place. And happy we are that here in Siargao, we have the NGOs like you, the loc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NGOs coming to our schools for this. 它是岛上又是最穷的一个地区，因为只要这个情况最艰困的地区可以做起来，我们就可以给岛上其他的学校更多的希望。完善呼唤甲爱送到太平洋的小岛，重建这条路也代表台湾超过5000位捐款人的信心，希望让这些囡仔有一个安全的上课环境。记者洪兆成、黄文良，菲律宾夏尼高岛的采访报道。
再去看世界，咱来看即马咖啡市场的咖啡是800款，那中国的咖啡市场即马有一款新口味的咖啡，这是因甲咖啡内底去南贵州的茅台酒推出新的口味。这款咖啡伫社群网站顶头是引起讨论，业者嘛讲开始卖头一天，因就卖出542万杯咖啡，销售额超过1亿的人民币。瑞幸咖啡找5伫微博发文，讲酱香拿铁一天卖542万杯，伫热搜榜排第2。现在嘛甲茅台、巧克力豆要上线，杀上热搜榜。瑞幸发红包予员工的话题，嘛一度爬上热搜榜第5，可见瑞幸这款新产品的话题性有偌悬。1个小时0-10分钟，蛮久了，觉得值得吗？说实话，就是饮料来说，我觉得不是很值得。咖啡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真短，超过60%的消费人口是少年人，年纪是27至29。产品新果趣味和业绩真有关系。酱香拿铁用53度贵州茅台酒作为高粱，酒精较低0.5%，定价人民币38块，不一定限量销售。头一天半价优待办法，北京、上海分店。东港8成的店单拢是酱香拿铁，普通时路程10分钟就会当摕到拿铁。酱香拿铁爱等1点钟，几若间咖啡店下晡就拢卖了了。不是说味道很好，然后还没有那种白酒那种刺鼻的味道，所以我想试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喝。业者讲，这款有酒精的饮料，我建议未成年人、有瘾的人、驾驶和酒精过敏的人来啉。交通警察嘛上线宣导。呼吁汽车驾驶要驶车进前，绝对唔通啉任何有酒精的饮料。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明年巴黎要举办奥运，奥运比赛还有拍运，拍运有是身心障碍者的选手去参加。按算嘛有超过4000个身心障碍选手会去巴黎参加比赛。对这个身心障碍选手来讲，上界重要的就是伫巴黎大甲交通敢有方便。选手穿目前的设备是拢有符合无障碍标准，但搁交通这方面，经过法国障碍人士协会亲身去测试了后，发现还有真侪问题要改善。伫法国巴黎附近，要予明年来参加奥运的运动选手大爱选手村，即马登得起。但是因为这个所在，毋若是奥运的选手，嘛有参加拍运的选手来带，所以所有的建筑物甲设备，自一开始就要求要完全符合无障碍的标准。Une salle de bain accessible, 100% accessible. Donc vous avez mesure d'accessibilité importante, c'est pas de marche à franchir entre le carrelage et le bac à douche. 对行动无方便的人来讲，除了大个所在以外，交通嘛是另外一个真重要的部分。但是法国的障碍人士协会的成员亲身伫巴黎的街仔路测试的结果，发现问题非常多。This is the metro that I would have taken, but as you can see, there are steps. I can't go down them in a wheelchair, so it looks like I'll have to find a plan B. 透过手机啊，找到要安怎坐公车的资料，但是要加开真侪时间，才有法度到原本想要去的所在。Without my handicap, this would have taken me 11 minutes, but the route was a bit of a nightmare, so it's taken 40 minutes. It requires a lot of planning time because you have to anticipate the journey. Let's just say we can't get around completely carefree. 明年奥运甲拍运举办的期间，预估每一天会有差不多4000到5000个参加拍运的选手伫巴黎出入。虽然巴黎拍运的筹备委员会有挂保证，会伫比赛进前，互巴黎的交通尽量符合无障碍的标准，但是只剩无够1年的时间，还有真侪需要改进的所在。不过，巴黎拍运委员会的主席讲，伊希望借即摆举办拍运的机会，互大家重视行动不便人士的需求，将巴黎变成一个对障碍人士友善的城市。以后会当吸引更较侪障碍人士来巴黎观光佚佗。记者甘美nen编译。那巴黎嘛是衫裤流行带头的都市，伫巴黎是真有看到大领衫的店头，也毋过即马有大领衫店是创办人，因是开即款店头，伊是认为讲，无论是大裤也是衫，拢应该会当伫店面来试穿新衫。伊嘛认为女性毋是爱减肥散散的才是水的，若是照身躯形所设计出来的服装，嘛会当穿出流行感。派翠莎自细汉看做裁缝的妈妈伫咧做衫，有正强的时尚感。对市面上找袂到大寸尺的服装店，伊认为是服装市场的问题，就敢若是对大寸尺族群的歧视。
Alors je trouve qu'aujourd'hui le problème quand on est une personne de forte taille, enfin une personne corpulente, c'est qu'on ne peut pas s'habiller. On n'a pas accès à une offre qui nous permette de répondre à un besoin. Je suis même pas encore en train de parler de style ou de recherche pointue, mais déjà du vêtement utilitaire de base. 做我的柠檬水主要人客是大寸脚的女性，设计适合因体态服装。品牌创办人丽莎贾契特秉持着穿衫应该是自由而且欢喜的初心，创造这个个人品牌。这个牌子的名也有一段故事。贾契特在14年前自波尔多搬来巴黎，迄当阵伊的阿姨送伊一句话：“若是人生互你柠檬，你就该做这柠檬水。”就是这句话，互伊力量创立品牌。Concrètement, j'ai pas envie que les femmes pensent qu'elles doivent attendre de perdre du poids pour entrer dans nos vêtements et qu'on vit tout de suite et que c'est trop bête d'avoir sa vie entre parenthèses avant de rentrer dans un vêtement. 服装市场常常因为成本的问题，限制大寸脚衫裤的设计甲生产。贾契特无安尼想。Et oui, ça coûte plus cher parce qu'il y a plus de consommation de matière, mais ça voudrait dire qu'un vêtement plus petit, on devrait le vendre moins cher. Enfin, c'est assez bête, donc je préfère que le prix soit calculé sur l'ensemble du développement. Alors évidemment， 虽然互人归类做小众服装，不过贾契特也是坚持伊定制的路线，依照人客需求设计服装。互有钱也买袂着衫裤的女性，也让享受试穿衫的自由加快乐。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1度；外岛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